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depression. I speak Jesus. 'Cause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Yes, it is. 心意所空是真正，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为救有退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领把我的命。耶稣听我三当行，你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教路话，伊要带我见天父。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领把我的命。耶稣牺牲伊家己，天门为咱来打开，所有罪我伊洗净，予伊行你来临。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领把我的命。耶稣听我知影，圣经所讲是真正，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为救有退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领把我的命。来领吧耶稣，来亲吻耶稣，来相信耶稣，主耶稣真听你，主耶稣真听你。主耶稣听你，主耶稣听咱做伙来读诗篇34篇17节。上主听伊人的求救，救因脱离一切的艰难。咱做伙来
感恩甲认罪祈祷，感谢主，伊是万王的王，伊是万主的主，伊独行其事，创造万物公义甲主爱。咱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的忍耐嘛爱知主是公义的主，所以咱来认罪悔改，来敬畏上帝。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感谢你的你是万能的王，来到主你的喜温保守前，主啊，让耶稣同给主耶稣以宝贵来水清完一切的罪过，来洗除完一切的污秽，啊呀，医治阮的软弱，让我亲爱的姊妹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你认罪祈祷，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医伤阮得到医好，因为你的刑罚阮得到平安。阮伫即个拜中无遗憾的罪，求主你来赦免阮得罪人的所在，求主提醒阮，互阮会当和人和好。求主帮助阮，互阮每一天的心思意念会当照主的心意来行，帮助阮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帮助阮做一个心口合一的人。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咱做伙来做身心灵医治的祈祷，因为上帝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咱来到主的面前，伊要听咱的祈祷。咱将手放伫咱的无爽快的所在，也是咱的亲人，咱要为伊来祈祷特别是伫昨天有那个婚礼，所以咱也特别为着就是还在寻觅对象的，就是主不是给他独生的恩赐，他还在寻觅对象的，求主将那个两情相悦的灵放在这两个人当中，如果不是主所配合的，求主就关闭他们的心。我们特别为这些适婚年龄的兄弟姐妹，还有这些待产的、是需要生产的这些姐妹来祷告，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是阮遐阮的姊妹兄弟，阮真顺要奉主耶稣的名来为着阮个人的身躯的软弱病痛艰苦，求主耶稣来操帮阮，互阮来得到医好，也为着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伊身躯拄着欠安，心神拄着跨路忧郁，也是拄着艰苦甲病痛，也是拄着失丧的，主啊，求上帝神来安慰扶持帮助家己命，主啊，也为着阮兄弟。便当伫阮中间的兄弟，求上帝你也保守看顾，甲阮的是大人长辈、年长或者长辈，主啊，也求上帝你的恩典甲恩惠也点伫伊的心上，阮也要为着阮教会中间也在敲找对象的这兄弟姊妹，求上帝你也引出因，互因会当拄着好的这对象，也会当有上帝的感动来促成。上帝，你来做主，主的面前献上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阮伫天的边，阮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知阮的软弱，你也知阮的需要。阮常常将阮所需要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求主按照阮的需要，照阮每一个年龄所拄着的问题，拢摆咧伫主的面前，主你为阮来排解，也特别。求主保守老大人伫这寒冷的天气，因要来到教会，求主保守因出入拢得到平安。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最后来主日守望的祈祷，特别是为今仔日礼拜中来服侍的这个同工，也为着中级的团队，为着第1点5月17到18是那个全教会退休会，求主保守，互咱的人数会当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因为咱是2天1夜，所以有些兄姐她是想要去，但是在经济上是比较困难，求主为因来排练，也求主保守。3月16到18，第1题是批次德国宗教改革之旅，求主保守出入平安。咱先为着这2点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嘉南教会60周年，来举办全教会的退休会。伫退休会中间，互阮会当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然后
求上帝你丰丰富富来供应，互阮一切拢有够用，拢无遮的烦恼，主也为上帝，求上帝咱感谢你带领，今日第一团的宗教改革遮的团员也要来出发，也保守伫即个行程中间的出入甲平安，也有上帝你的同在甲看顾，愿意做面前的祈祷恳求，托最后上帝来求。咱继续为着新二区来带导哈，因真用心。我第一摆看到这么长的带导文哈，因为区长是木轩，小组长是婕妤、陈汉、子君、怡芳啊。第一点为着身心灵健康，恳求上帝赏赐所有的组员心灵健康，互因伫工作学业的忙碌中，有缘有好的时间来管理，甲充分的休困。特别为着有病痛的组员来祈祷，求主医治因的病痛，互因早日恢复健康。啊，第二点就是为着出入的平安，就圣神保守每一个组员出入平安，赏赐互因时时看顾无因带，指引每一个组员的脚步。第三点是为着灵命的成长，求主赏赐每一个组员对属灵的方面会当较无互因伫圣神内面得到把助，甲上帝建立稳固的关系，互因的属灵的生命根基坚定，袂流转。咱做伙开声来祈祷。阿爸，白小弟，我感谢你为着阮教会青年牧区第二区的遮个区长，宣小组长婕妤、陈汉、子君甲怡芳，以及所有的组员、青年、学生，甲遮个细囝，主啊，求上帝你来看顾、保守因的身心灵，来当健康永壮，也保守因的出入平安，也保守伊看顾因，互因有好的信仰、有较无的心。会当亲像约书亚，亲像大笔，会当伫上帝你的殿，伫上帝你的国，来靠点，会当来开阔，也愿上帝你的心，时时刻刻来引带，互因的心内较无上帝的话语，甲真理，互伊真做脚一个定路，一个根，愿上帝是阮祝福，愿因的恳求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显，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心里甲目屎，伊主上帝。
咱出事甲处理，咱叫我甲不义，地主上帝这手拢受恭敬，主上帝这手，伫咱中间扶持，扶持着大半岛的人，伊领伫咱的命，对继续中伫听，地主上帝这手人受扶持，主上帝这手，伫咱中间一定，一定无嘴都有贴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听他神话了，地主上帝这手无受一定，主上帝这手，伫咱中间在前，在前自由毋忘仁爱，愿世界真庶民，人协起伫相信，地主上帝这手这做一体。将来有人徛着，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啊，你是阮的上帝，我要尊你做悬，我要学乐你的名，我要伫上帝的圣所来学乐，要伫你大权能的宫窗来学乐，照你美妙的权大来学乐。凡若有喘气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感谢天父上帝拣选阮，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佮将你的话赏赐互阮，透过圣神的启示，互阮明白上帝的心意。透过圣神的感动，互阮愿意照你的话去行，互阮会通进入你丰盛恩典的应允中。因为你有讲，要将即个恩典用逐样的知识甲见识赏赐阮到满满。佮阮的上帝要照伊荣光的富有，伫基督耶稣补足恁一切所欠用的，拢无欠缺。主啊，我要感谢学乐你无煞。即个时阵，我要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勇敢来承认阮的罪。过去阮对上帝无够有信心，对教会事工无够热心，对人无够疼心。阮常常用疼来看家己，却用公义来对待别人。你甲阮常常来得罪人，搁惹上帝受气。主啊，你讲，阮若承认阮的罪，你是真实公义，要赦免阮的罪，洗除阮拢总的不义。因为你听阮，牺牲你的性命做代价，用主爱的救赎来代替公义的刑罚，互阮罪得到赦免，搁通领受对你来属天的平安。因为安尼，阮较要牵调伫主，也愿阮伫圣神逐样的智慧甲灵通，得到在你的旨意到满满，互阮所行下伫主，凡事互主你来欢喜。伫逐项好事结果子，搁捌上帝哪久哪进步。主啊，阮中间既若有着外担重担的，拢要来就近你。你要互软者的得到快乐，病痛得到医治，欠缺得到补足，互受困着的得到透放。也伫即个世界动乱不安的年代，求主赏赐所有的基督徒发挥影响力，固守上帝囝儿的权柄。尽忠来治理即个世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尽本分，无互歹赢过阮，会通倚靠天父上帝来行阮人生每一个脚步。今年是迦南教会的设教60周年，教会有举办侪侪活动，每一个活动拢有伊的意义，嘛有伊的目标。所有活动嘛是拢教会的中级同工。因经过一摆搁一摆的开会讨论，因逐人尽力用心无落错，所有的计划拢是要互兄弟欢喜来参与，搁伫即个中间得到利益。求主帮赞，互周边的真心来办理，互兄弟愿意欢喜来参与。
每一项活动拢会使诚做芳的祭献予上帝。今日晡，牧师要带领教会14位的兄姐，因要去到伫德国的所在，有13天的时间，参加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旅游。求主引带保护，互因伫迄个所在透过旅游，互因的财物加添，灵命嘛会通成长，搁较来认捌主。想使因欢喜快乐，平安去，平安倒转来。这个时阵，求主你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教示。愿上帝的话入阮的心，引带阮行头前的路。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求。阿门。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真济，这是三角来启应。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66篇，就是对启示录22章来的。启应文66篇，我是阿尼法甲阿米加，是起头甲煞尾，是开始甲结束。将长袍洗清气，遐个人真有福气。因有得到通食换命树的果子，甲通对遮的门入城。遐个狗类惊邪术的、淫乱的、杀死人的、拜偶像的，甲一切爱讲白菜搁做事奸诈的，拢着留伫城外。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伫遮的教会将遮的事对恁做证，我是大笔的君，是伊的后的。是光亮的启明星。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听见的人就讲来，喙等的人就来。意爱的人通白白领受活命水。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位讲，着我念米来。一声阿阿门。主耶稣啊，请来。这是要来请青年牧区来学乐，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幸福》。幸福。
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入去一个庄头，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甲伊接待。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听伊的教示。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心恶杂，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得忙，你哪会无要无紧，叫伊来甲我斗骹手？主因伊讲：马大，马大，你为着代志多，得看如操烦，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以上，只是请本堂主任牧师、陈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请人同心来祈祷。主要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主你的早时来到主的圣殿，来到主你所设立的教会来敬拜你。虽望天气变化寒冷，阮时阵做真侪的出入无方便，受到阻挡影响。总是也感谢你，互阮侪兄弟姊妹带着愿意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也愿上帝你纪念特别伫线顶参与的兄弟姊妹，也求上帝你甲阮每一个拢相甲同在。主啊，阮为着教会的设教60周年，阮所伫主面前所做一切，也愿上帝你感纳，也愿上帝你赏赐快乐，甲赏赐你的恩典祝福满满伫阮的中间。安尼祈祷恳求，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顶礼拜的主日的讲道中间，有讲到悔改的罪人。就是咱眼中所看到这罪人，检测伫上帝将来天顶的生命簿，变做是义人。所以咱对这个抽象的利益，伊来学习，伊安怎开放伊的家，安怎来办这个福音的餐会，安怎样来邀请伊的同事、朋友、同事，会当来甲耶稣相熟悉。最后一个，咱看到因的生命的悔改甲改变。所以耶稣有讲。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来，毋是要来招罪人，毋是要来招义人，是要来招罪人啊！所以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嘛是规本路加福音，伊的即个金句啊，咱用华语做伙过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伊毋是要互人来找伊，是伊家己主动来找咱啊。所以咱伫即个路加福音的即个讲台的中间，拄仔嘛是咱伫每一年教会节期的大斋节期啊。咱即个大斋节期，是对3月5号一直到伫复活节即天，安尼拢总是40天啊。所以咱有看到咱台前的即个布置，即个圣餐桌，用啥物色的？紫色，用基色的，甲即个代降节共款，就是代表讲这是大斋节期，是一个真适合来做灵修啊。所以咱伫每一年的大斋节期甲代降节期呢，这段的时间就是通过灵修，通过祈祷，通过读上帝话，默想上帝的话。购有就是敬家，购有就是会当刻苦己心啊，来去帮助身躯边有需要人，做伙甲耶稣体会伊的国话，然后伫大降节，甲做伙甲耶稣来体会体验伊道成肉体甲耶稣伊的国来啊。所以咱一年拢有2届即个节期的即个操练啊。不过，咱嘛有通过即个共读，互咱会当对圣经真做咱每一天脚前的顶甲路上的根。所以今日牧师要继续来用即路加福音的第10章啊，也是咱今日所读这段的经节，也是真侪人真意爱。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我要准备即个信息的时阵呢，为着要来去了解讲，咱即马即个 AI 足厉害。这个 AI 安怎厉害？伊就是将全世界的人遮的智慧呢，伫网络上的，拢该收集起来，拢该收集起来。所以伊会当伫这个真短时间提供你真侪真好的建议，
也是别人的经验，甲别人的智慧。所以我就来问伊讲 AI， 啥物叫做上好的福分啊？这个电脑呢，哇，真紧，啪一个，伊就走出来，我来念互大家听。伊讲呢，上好的福分就是会当理解是上水、上美好的祝福，也是极大的恩典。即种的祝福有可能因为每一个人无啥相像，对一寡人来讲，这可能是家庭的和睦，也是健康平安。对另外一寡人来讲，有可能是实现伊的梦想，是一个过伊上喜意的生活。各有的人认为就是心灵会当有安宁、充实，就是上大的福分哦。感觉写了有好无？有够野无？我感觉伊写了真好，这对一般的人来讲哦，这嘛是咱差不多嘛是安尼的追求啊，安尼想要来过这种的人生。伊嘛有提起着，伫某一寡的文化宗教的中间，这个福气嘛甲信仰有关系。譬如讲，得到上帝眷顾，也是上帝的恩宠，也是你若是有特别的背景来看的时阵，嘛当较深入来想，什么是上好的福分。这个电脑讲，我很乐意为你解答或一起探讨。伊个甲你反问哦。你感觉什么款的福分对你来讲是上重要的？有厉害无？所以这个 AI 会当一直甲你对话，一直甲你对话。所以伊就真紧，就将真侪伫电脑上，这个网络世界当中，对于什么是人生最好的福分，但是又讲到重点，又讲到上帝的眷顾甲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就继续甲伊问落去啊，讲安尼你会当较清楚讲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同款1秒钟啪一个，伊就找出7点来啊。头1点呢，健康平安；第2点呢，家庭和睦；第3呢，事业有成；第4呢，朋友真情啊；第6，心灵满足；第7啊。这是第几啊？第6，为别人、为他人来带来影响，最后感受爱与被爱。我感觉这拢会当做牧师啊！看到这个电脑遮厉害以后牧师拢爱真烦恼可能拢是电脑来讲道伊写讲道篇时间阁紧阁交整啊。不过呢为了爱证明讲牧师有比电脑较有价值。所以我爱提供一个牧师的看法。上好的福分是啥物？我感觉这顶头拢无写着。上好的福分就是咱会当进入到伫天堂，享受永远的性命。你有同意无？遮侪福气拢真好，但是呢，咱若失去这个永远的性命，咱有家庭的和睦，咱有身体的健康，咱事业真成功，但是咱无迄个永远的性命。检测这是无够野。什么是永远的性命呢？永远的性命，圣经互咱讲，就是爱疼上帝甲疼人哦。请咱做讲一解，疼上帝甲疼人。但咱疼上帝甲疼人的时阵，咱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性命。圣经都有写，有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28节，有一个律法教师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啥物才当得到永远的性命？耶稣讲，律法册顶头讲啥物，你着安怎解说？迄人讲，你着爱专心、专情、专力、专意，疼主你的上帝。第2项，嘛爱疼厝边，亲像家己。耶稣阁对伊讲，你讲了真对，照安尼做，你着当得到啥物？永远的性命。所以黄色的字，爱主加上爱邻人，等于永恒的生命。咱若要来享受这个人生上大的福分，咱就要学习疼主、爱上帝，甲疼厝边亲像家己。所以来请问咱大家，你感觉疼上帝较简单，还是疼厝边较简单？你感觉疼上帝较简单的，请举手。好，多谢。你感觉疼厝边较简单的，请举手。无人举手，安尼无举手是代表啥物？拢无简单拢足困难的要疼上帝无简单，要疼厝边嘛无简单。真正的，不管你住什么所在，你要甲厝边好好斗阵，原来毋是遐尔容易的代志。但是安尼答案是啥物？要进入天堂简单还是无简单？
无简单啊！吼，你若讲进天堂遐尔简单，洗礼信耶稣洗礼就通进天堂，安尼就免听上帝，就免听厝边。但是咱知影这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咱就特别爱来学习。所以耶稣伊通过路加福音，伊甲即个律法教师的对话，互咱学习两个功课：安怎样来听上帝，安怎样来听人。耶稣大心伊讲着安怎样来听人啊！即路加福音的第10章的30节，吼，第10章的30节，耶稣伊就用一个譬喻啊，即个譬喻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啊。因为即个律法教师呢，耶稣甲伊报，吼，讲你讲了真对，真好，所以伊就搁继续吼得寸进尺啊。什么人是我的厝边？既然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吼，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刚才对遮的律法教师犹太人来讲，因的厝边就是因共款的犹太人，因的厝边就是共款因遮的法利赛人，因的厝边就是共款甲因共款的信仰，拢会一天读几啊遍的圣经，一天几啊遍的祈祷，一礼拜拢有固定的禁食，这才是因的厝边。但是耶稣讲，厝边就是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因为咱遮大部分拢听过。无10摆嘛有100遍安尼啊，所以无书无就无搁全部来读。但是即个故事中间呢，有3个人，头一个是啥物人？祭司，应该是讲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啊，伊去对即个耶路撒冷，即个人呢，迄个人毋是撒玛利亚人，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要落到耶利哥。伊要落来，为什么叫落来？因为伊一定是去耶路撒冷去遐敬拜上帝、听上帝。但是伊去遐做礼拜，转来时阵，落山落行的时阵呢，拄着强盗去互拍一个半烧死啊！伫倒伫路边，火一直在流。然后有头一个来经过，就是祭司啊。即个祭司共款迄条路落来，远远看到迄个人，拢无讲话，拢无动作，伊就安怎？对另外一边就行去，做伊行去，所以表示讲，即个祭司嘛是共款礼拜煞，伊讲道服侍，迄个祭司拢伫台顶的，服侍了后，看到路边一个人向拍，伫遐流血倒伫遐，伊就伫遐当作无看，然后就做伊去。另外第二个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嘛是对耶路撒冷落来要转去。敢亲像做礼拜了，要转去共款。利未人是啥？利未人就是遮个服侍者，服侍者的同工。遮个同工咧，伫圣殿、伫教会服侍无用，哇，要转去休困啊！但是看到迄个人，耶稣讲，伊有去咧看迄个人，但是呢，看了后无做甚物，就对另外一边来行走，就离开啊。即两个因拢共款凡事，拄则拢共一间教会，伫遐咧做礼拜。拄则拢共款伫遐咧敬拜上帝，伫遐咧哈利路亚。但是呢，结束以后，看到厝边伫路上，去互人抢，去互人拍，拄着无公义的代志时阵呢，竟然拢当作毋知，无看，就做伊去。伊凡事想讲，我真忝啊，我今日已经服侍有够业，我要转去休困。但是第三个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甲遮犹太人呢，因无算共族的，伊无伫遮个支派中间，因为过去即个南国灭亡的时阵，因向受掠，个北国灭亡的时阵，因受掠，所以因就去甲别族去参杂。所以犹太人看因撒玛利亚人，毋是纯的遮以色列人，毋是纯的遮犹太人，所以因拢甲当作是外人。但是撒玛利亚人伊犹原保存敬拜上帝的习惯。所以因伫基利新山，因会伫另外一位的山顶底下来敬拜。这个人伊刚才无去耶路撒冷的教会圣殿做礼拜，但是伊伫另外的山头底下敬拜做礼拜。但是伊嘛经过时阵，看到这个人倒伫遐，毋是甲伊共族的，甚至是安尼常常甲因歧视，常常看因袂起的这个犹太人。但是呢，伊一个看到伊就动伊的诛心啦。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伊，就怜悯伊，所以伊就动伊的诛心。然后圣经讲，哇，伊就安怎去你顶头用油用酒倒伫伊的空喙，甲伊包扎，然后呢，搁带伊
坐伫家己的即个炉仔顶，带伊到一个客栈。伫迄个客栈，甲伊照顾。第二天，佫摕2文钱，互即个头家。2文钱一工的工资就是1个文啊，2个文钱就是2工的薪水啊。2工的薪水来付即个人的所费，佫对头家讲，请你甲伊照顾。若是无够，当我转来时阵，我一定拢会甲你还啊，一定拢会甲你还。所以咱看到即个人，真正是真用心。所以耶稣问即个律法教师，请问即3个人，2个犹太人，就是祭司、利未人，佫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倒一个是恁即个厝边的厝边呢？即个律法教师讲是迄个怜悯伊的，用仁慈待他。所以耶稣讲，安尼你嘛爱去，照安尼来行，照安尼来行。所以耶稣挑战即个律法教师，你有愿意为着这无共族的、无共姓、无共款是伫无共教会的兄弟姊妹，你看到伊拄着不公不义？看到伊拄着悲惨落魄时阵，你是毋是愿意来帮助伊呢？这个挑战，对咱今日来讲，其实有真侪咱会当来学习的功课。因为咱看到，互耶稣讲，这个真正最人需要这个厝边撒玛利亚人，伊做有7个动作。这7个动作呢，就是带心伊去哩。等咱看到咱需要时阵，伊毋是越头做伊走。第2个。包扎伊的空喙，第3，互伊坐伫伊的炉仔顶，第4，带到饭店来甲伊照顾，第5，就是用即个2个文钱摕钱出来帮衬，第6，找人来斗3工，最后第7，伊讲若有还无够遐，我拢会来请，拢会来结束，算好清楚。所以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通过这7个动作，一个一个看出伊对人的疼。即个对人的疼，麦当来反映出伊对上帝的疼。伊为虾米愿意疼伊？因为伊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所以伊看到人的需要，伊知影安怎去帮助人。因为上帝嘛安尼疼伊。但是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因煞拢无动作，甲利未人只有做第1个动作，第2、第3以后拢无继续来做。第9，耶稣讲，这个人袂当做因的厝边。凡是因拢是共犹太人的，凡是因拢是共款阿伯拉罕的后裔，甚至拢共款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底下来礼拜，底下来敬拜，但是竟然袂当做咱的厝边。亲爱兄弟姊妹，咱即马伫即个礼拜堂的中间，也是咱伫家人教会中间，什么人是咱的厝边？每一个人拢是咱的厝边啊！像甲咱隔壁兄弟讲，每一个人拢是咱的厝边。啊，搁对另外一个人讲，我嘛是你的厝边。好，咱伫厝边的中间就是疼厝边亲像家己啊！好，爱疼厝边亲像家己。耶稣讲，咱若要入天国，就要好好来学习疼人的功课。咱就要疼咱的厝边，伫咱教会中间的会友兄弟姊妹，你若袂晓疼伊的时阵，安尼你讲你要怎疼外口的人？你要来传福音疼外邦的人，实在是真无教养。如果咱都足疼咱的厝边，感谢主，安尼咱就有机会有即个把握，会当来入天堂。但是咱若是即个无教养，这嘛是上帝互咱的功课。因为一个外族人、撒玛利亚人，伊拢来愿意。所以只要每一个愿意来到即个教会、即个圣殿，愿意来做礼拜，检查伊的清查侦探，是甲人比较起来较差，检查伊的行动较无方便，检查伊有一寡遮的需要，伊真需要人的帮忙。但是咱嘛爱学习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来照顾伊啊。伫过去教会咱的经验中间，咱拢会用友爱基金、友爱基金，咱拢会用即个急难救助，就是来帮助咱的。中间有来到伫教会，遮兄弟姊妹的需要。伫即礼拜，周间接到即个群组的讯息，讲请大家来为即个明和来祈祷，讲伊即马昏迷，然后讲伊心脏要定，然后要送病院啊，然后收到时阵真紧张啊，
总是呢，迄阵我拄仔咧坐公车，坐公车迄阵，就紧等来教会要准备，讲，小等爱紧来去病院来甲看。结果呢，则伫教会，紧换衫要出门的时阵呢，就讲哇，即马心脏已经无啊，即马咧急救啊，那小等爱搁插讲啊，我就讲哇，真主啊，帮咱人民民和啊，因为伊还搁足少年的，伊嘛无意料拄着遮个代志。总是等阮3点外到即个病院的时阵，伊迄医生马紧伫3点7分来宣布，讲急救无效，回天乏术啊！民和就安尼，互上帝调转去啊！非常的大的即个打击，非常的即个毋甘嘛。总是等牧师甲含即个嘉生长老、翠芬长老，搁有即个主任啊，阮到即个病院时阵。其实看到一个青年啊，就是闽源执事，已经到迄个所在，比阮搁较紧。讲你哪会遮紧？尾仔才知影讲，伊是坐计程车来，坐计程车来。伊讲伊一看到简讯，伊就马上，伊就搁伫即个公司咧上班，就马上请假出来，就坐计程车，撞到即个病院去。然后就伫边啊，陪伴即个恩典啊、玉云啊，陪伴因啊，互我非常的感动。讲咱若是伫教会中间兄弟姊妹，当咱拄着打击的时阵，也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马上采取行动呢？有的人检查会伫即个讯息群组顶头讲会甲写求上帝怜悯为代祷。但是有的人检查会甲饲一个贴图，即个祷告的贴图。检查有的人会用一寡的方式，嘛检查有的人看到安怎，啥物拢无做，就继续做伊无用。不管安怎样，咱需要来操练彼此相听的功课，彼此相听的功课，互咱会当看到的人拄着危机、危险的时阵，咱会当互相来关心，互相来帮助，至少咱当互相安怎？互相来祈祷，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是我倒伫病床，如果是我倒伫迄个救护车，互人送病的时阵，迄个时阵，你会真希望有人为你祈祷无？你会真希望在你到病的时阵，有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伫遐，伫你的身躯边来甲你陪伴无？如果你嘛真希望，咱就应该爱安尼来做。你愿意人家带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耶稣互咱的教示就是咱爱彼此相听。阿门。第二，咱爱学习听人的功课，嘛爱学习听上帝的功课。耶稣续接，搁用一个即个路加，搁续接，搁用一个故事，互咱来看。什么叫做听上帝？这个故事咱嘛真熟，就是耶稣甲门徒到这个伯大尼，约翰福音咱知影，这是一个到这个伯大尼耶路撒冷的附近，马大马利亚的厝。伫约翰福音咱阁知影，马大马利亚阁有一个小弟叫做什么路？毋是中华路啊，猎杀路啊，猎杀路。马大马利亚，因的兄姐的姊弟呢，因的拢真听上帝。但是咱若有读路加福音的时阵，咱就知影耶稣甲门徒，毋是只有12个门徒啊。头前呢，路加互咱看到，耶稣派72个学生出去传福音，72个两个出去，两个转来，哇，足欢喜的，因拢赢过魔鬼，将鬼赶出去。所以这门徒呢，毋是只有12个，有可能70个，嘛有可能60个，嘛有可能搁较侪100个。所以，拢要招来到这个马大因兜的时阵，安尼咱当来想想，马大有真无闲无？哇！来讲后礼拜来恁兜家庭礼拜，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几个人要来？70个人要来，你听到你安怎？对今日开始你就困袂去啊，袂困袂食一啦。马大伊要款遮济个人，当然就要安怎好好来准备。咱的教会过去后，拢是家庭小组啊。拢伫厝内底，所以大家拢足有经验的。小组啦，轮到咱兜的时阵，咱就安怎摒扫啦、客厅啦，拢爱收好啊，然后
滚即个红豆汤啊、姜母茶啊，吼，拢开始来款啊，吼，咱拢会知影即套吼，拢爱来做啊。吼，马代因当然嘛是安尼，吼，即摆咱小组拢伫教会，吼，所以咱即摆真少伫家庭，吼，所以咱都点叫饮料啦、叫咖啡啦、食茶、食饼啦，吼，等等遮，吼，啊，所以较免摒厝内啊，吼，咱就较无机会来做马代。但是呢，即个马代真无闲，爱款真侪人，但是玛利亚呢，煞坐伫耶稣的骹前，伫遐听伊讲道。所以马代呢讲，小等着中昼的爱餐要食，即碗饭还未熟，吼，啊，个即个鸡还未抬呢，汤嘛还未滚，吼，要安怎呢？所以就讲，念伊着要食饭啊，开动啊，所以叫耶稣吼，耶稣搁咧讲道，伊就总入来，甲耶稣的讲道安怎？耶稣歹势，吼，你小等我一下，即马吼，即个灶骹吼还未无饮料。你是毋是会当叫我的小妹啊来甲我斗相共呢？吼，所以马代伊就打断耶稣的讲道，叫伊的小妹去甲伊斗相共。但是呢，耶稣安怎回答？耶稣讲：马代，马代，你为着侪事操烦，但是袂当欠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无人会当对伊的手来提走。耶稣甲马代提醒，吼，叫伊的名叫2摆，就是爱伊注意听，因为即马足无闲的，吼，木轩，我若叫一届木轩，吼，伊可能袂看我，木轩，吼，伊就会看我2届啊，好，有时阵咱咧无闲时阵，你甲伊叫，吼，你也不一定会去回过神来。耶稣叫伊的名叫2摆，就是互伊安尼会当专心地。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真无时阵，咱嘛爱听耶稣叫咱的名，我叫做博智。吼，耶稣若叫我的博智，吼，我真正有一届，吼，伫困时听到有人叫我博智啊，吼，我就真正听到一声就精神啊，吼，精神起来，无人在叫我，吼，但是呢，迄个甲我叫迄个声呢，真正就精神，吼。即个博智呢，也是你的名呢，有可能会亲像你的爸爸妈妈细汉时阵在叫你的迄个声，嘛有可能是上帝叫咱的名的声。耶稣叫即个马代的名，就是爱伊回过神来。你即马无因遮济的代志，今日你足欢喜是恁兜的大日子，但是比即个大日子更较要紧的是上帝的囝来到恁兜，来传讲上帝的国甲上帝的福音。但是你伫遐无闲，拢无听到半句的时阵，安尼减彩，你失去迄个上大的福分。减彩，吼，圣经会记着你，吼，无讲吼，你听圣经，但是永远记着你伫遐咧款遮的灶骹。好，所以即个中世纪的画家，吼，画到即个马代真无闲啊。好，即个要办道、办册草，吼，你看这嘛知影，绝对毋是请12个人的即个量啊，吼，这爱请真侪人的量啊。即个量爱款遮尔啊济，吼，但是路加伊用伊的表达的方式，互咱知影，这是一个大工程。但是比即个大工程搁较重要，是从迄个细细的门，吼，你看因兜嘛有介大间，细细的门的后壁，迄群人，耶稣伫遐咧讲道。马利亚就坐伫耶稣的骹前，所以马代为着真侪代志在操烦，但是伊煞袂去比即个更较要紧的代志。咱若一世人有机会，耶稣来到咱的兜，亲像顶礼拜讲着耶稣来到利未遐的时阵，这嘛是咱爱好好来把握甲主亲近的机会。咱伫5月份，吼，要来办全教会的退休会啊。啥物是退休会呢？退休会，吼，是要出去佚佗吗？退休会是要出去食好食的吗？还是看好看的呢？如果咱对即个退休会，吼，所想的是安尼，吼，检测，咱嘛有可能失去一个退休会，上帝要互一个教会的祝福。咱甲定做全教会的退休会，就是要上通过即个退休会来领受上帝互全家人教会上帝的祝福。所以咱爱拨一个空间，就是咱爱去到一个所在，咱嘛爱为着上帝拨一个时间，吼，咱是用2天1暝啊。过去咱的退休会拢是只有核心同工的退休会，就是互咱教会有在服侍当中，
加吼就是70个、80个啊，出去2工1暝安尼退休会吼。但是呢，咱要即届希望会当办全教会退休会，这简单还是无简单？无简单啊！吼，因为要叫大家出门啊，吼，无遐尔啊简单啊。然后佫爱走遐远，去遐济所在，吼，然后呢，佫爱交遐济钱啊。吼，虽然已经尽量来信啊，吼，但是原来吼，这是爱真付代价。退休会除了有空间时间，嘛爱有上帝一个之间咯，吼，即个之间就是咱爱甲上帝面对面，爱甲上帝会当亲近，吼，的即个之间。亲像马大啊，即个玛利亚，吼，甲即个耶稣之间安怎无有隔绝？但是马大甲耶稣的中间就啥物？真侪鸡鸭鱼肉饭汤菜啊，吼，真侪只退休会，就是将这中间这隔绝的物件，会当甲伊放下落来，互咱会当专心吼专意来甲主亲近，然后最后会当互上帝来创造一个期间，吼。空间、时间、之间、期间，吼，牧师咧想即个吼，比迄个 ChatGPT 吼佫较无用咯。吼，即个就是要互咱知影讲，咱退休会吼，其实就是咱有机会来坐伫主的骹前。退休会就是要来坐咧听伊的讲道。退休会就是互耶稣伊来讲，我来传，吼，就是创造一个之间。为什么玛利亚要坐咧遐听？因为伊要将耶稣的道理会当讲互别人知影。咱直接来听，毋是只有听，爱阁会当传。最后发现会当创造一个期间，就是咱会当来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啊。所以退休会是一个互教会的祝福，退休会是上帝要互咱的恩典，咱就爱好好来看重。好，如果好，咱若是真正会当的，好，牧师阁一摆，嘛是鼓励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报名。好，顶礼拜讲130几个，好，即礼拜有够增加140几个，但是咱若要增加到要超过200个，安尼牧师爱讲几礼拜？讲10礼拜嘛无够啊！好，所以呢，才系上帝来叫。好，这是上帝，互咱迦南教会的退休会，你有相信无？相信就讲阿门。这是上帝互迦南教会一个恩典，毋是牧师，嘛毋是长老，嘛毋是只当工家己食饱伤淫，好，伫遐要来创造一个去佚佗的机会。咱是要来伫即个退休会的中间，好来当互迦南教会伫60周年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将来咱想到的代志。细汉时阵你去参加即个青少年的灵修会，细汉时阵你有出去参加即个野地、野外遮的礼拜，刚才对你一世人来讲，比你遮做礼拜做1档2档留落来印象搁较深啊。所以咱除了退休会，拄则讲即马大斋节期，咱比大斋节期40天较长，咱有46天读即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透过逐天的读经，阁有透过咱即个周报，顶悬有即个灵修的笔记，做遮的笔记，互咱会当虽然你爱半时间，虽然你爱较辛苦一寡，但是刻苦己心，甲耶稣做伙来行即条苦路，这嘛是一种的退休会的操练。上帝要互咱永远的性命，咱来操练即2方面的功课，就是爱听人，嘛爱听上帝。但咱听人，搁听上帝，咱就当得到永远的活命。阿门。最后，通过路加福音，因为牧师下晡就要出门，13天。即13天呢，爱继续录即个路加福音，所以牧师已经拢甲录了啊。所以牧师即几天总足无闲的，根本就无时间甲囡仔、甲牧师娘讲话。若有时间就安怎？紧录影，紧录影，录到牧师嘛毋知即马今日到底是咧讲着倒一章啊？今日讲着第7章啊？但是呢，这个录这个目的呢，嘛是期待讲，互咱的兄弟姊妹每一工拢会当，你有操练，你会当有即个玛纳，你会当有上帝互咱的营养分，所以毋通辜负，毋是讲辜负牧师，牧师无遐伟大，毋通辜负上帝互咱的恩典。上帝互咱诚做迦南教会的一份子，
咱伫教会中间，既然上帝互咱有遮个机会，会当做伙来灵修，做伙来退休，这嘛是恩典，上帝祝福。咱爱最后，牧师的提醒，就是咱真正爱操烦的。马代伊操烦食，操烦人要食啥物爱餐，伊操烦惊希望遮人客袂感觉失礼，但是迄真重要。但是比遮重要，牧师最后讲4项，就是咱爱操烦的，咱是毋是有耐心听候结果子？请做讲一解，耐心听候结果子。下面是耐心听候结果子呢？一个落在好土壤里的种子，是人听了道，用良善诚实的心持守，恒心等待，直到它怎样结出果实。所以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但是耶稣要求是，伊是不是有耐心听候各结果子？这比听讲道更较要紧。听讲道毋是只有一个听，爱耐心听候结果子。第二个，咱爱操烦的，是毋是咱的名有记载伫天顶？请再讲一个，名记载伫天顶，名记载伫天顶。你知影你的名已经记伫天顶的，请举手。好，多谢。好，真侪人毋捌想过，也是无人捌问过时，你爱好好想，为什么你知影你的名记伫天顶呢？伫遮，耶稣安尼讲，嘛是路加互咱看到。不要因为邪灵向你们降服而高兴，却要因你们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乐。72个学生出去赶鬼，鬼拢惊伊，转来足欢喜的。但是耶稣讲，毋是只有欢喜安尼属灵的征战得胜，爱欢喜是你内心听候结果子，递到你的名记载伫天顶，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代志。第三，咱爱操烦的是，生命胜于饮食，然后呢，身体胜于衣裳。咱咧操烦中昼要食啥物，小当暗顿要食啥物，这拢是咱的习惯。但是你有操烦你的性命在食啥物无？你有操烦你今日有读路加福音无？你有在为着这咧操烦无？咱咧操烦，我小当要去踅百货公司，还是后回要去 shopping 时，这衫要安怎来配？但是你有操烦，你安怎将耶稣基督请伫咱的心中无？因为生命比食物贵重的多，身体也比衣服贵重的多。咱爱好好来看重咱的性命，嘛爱好好来看重咱的身体。最后，咱爱为家己备办迄个永远袂歹的钱地，甲用袂尽的财宝伫倒位？伫天顶。好，咱周报上面打错是12章33节啊。咱做伙来读这个经节，要卖掉你们的财产，把钱周济穷人，要为自己预备不会破损的钱袋。把财宝存在天上，在那里财宝是使用不尽的，因为盗贼偷不到，也没有虫蛀。有一天，咱都有可能亲像敏河共款，伫上袂高的时阵，上帝给咱带转去。但是有的时阵，咱真稳定，即摆医疗真好，伫遮嘛爱来提醒，因为敏河的习惯，就是拢看中医。无走大病院无走病院，所以到中医甲讲无问题，透早甲讲无问题，中昼就出代志啊！所以咱原来爱对咱的医院原来爱较有信心的，咱即马现代的即个医疗其实资源做了真好，但是咱有一日，咱嘛是爱去见上帝，甲上帝领加比。领加比的时阵，这个钱拢免砸去啊，这个股票嘛免砸去啊。你要留互囝、留互孙，伊嘛有因教育，但是遐种出来要安怎呢？过去你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嘛无留互你遐济啊，你嘛是会当活甲遮好。你留遮济，互你的囝、互你的孙，伊嘛凡事嘛是安尼就有教因。其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耶稣互咱看到较重要，咱的钱财爱追逐伫天顶。迄个所在是永远的银行，永远寄伫遐，袂放去，袂无去，袂互人黑白开去，嘛袂去互人偷坐去，是上帝永远甲咱保存。所以这4项就是咱爱操烦的，就是咱每一摆听的道理有结果子无？咱的名有记伫天顶无？咱的性命、咱的身体，咱有好好来照顾。
最后，咱是毋是有避难伫天顶有迄个永远的财宝伫迄个所在？即礼拜小组要欢迎咱大家来分享，你感觉啥物叫做疼上帝甲疼人，以及马大马利亚因两个疼人疼上帝的方式有啥物无共款？然后耶稣甲马大讲，袂当少的只有一件，你认为迄件是倒一件？咱伫4月26有即个福音餐会啊，咱对3月初开始就开始来宣传，就是咱有机会来创造一个空间、一个时间、一个之间、一个期间，互即个利未伊有机会变做写马太福音的利未呢？伊本来是伫国税局在上班呢，变做伊是咧写圣经的。即个马大呢，刚才伊嘛是即个造卡的专家，但是凡是伊听到耶稣所讲的，伊即马变做是一个传福音的专家。伊知影安怎去听道理来传福音。咱嘛有一个超人的机会，就是伫过偌济过迄个礼拜，咱要来办即个福音的茶会，招咱的朋友，招咱的厝边还未信主的人，福音嘛有机会来听即个来接受耶稣。互伊机会当来到伫迦南教会，领受上帝互迦南教会的祝福。所以村里甲我，甲你隔壁讲，村里甲我 ，Only you and me， 就是只有你甲我，就是只有咱甲上帝。所以希望咱真正为着上帝来做这个代志。不管你是来招这个安德烈行动的 best 福音朋友，还是你要来为伊代祷。还是你要来去参加这个退休会，还是要招伊来参加这个复活节的爬虎头山，不管安怎，咱都是为着上帝来做。阿门。最后有3项，互咱的代祷，就是为着路加福音46天，嘛是大斋节期的40天来代祷，求上帝显出伊的恩典，求信心帮助咱，互咱每一摆，咱认为咱要听上帝时阵，是照上帝意思。咱认为咱咧疼人的时阵，嘛是照上帝意思。以及今年迦南教会一个目标，60个岁咧，60个小组长，咱有缘爱继续来装备，互咱的信徒会当变做是门徒，门徒会当变做啥物？使徒会当为主来出去做工甲传福音嘛。顶悬即张的相，有人知影这是倒位无？台中的一间教会。中孝路教会啊，这是中孝路教会的礼拜堂，这是因过去啊礼拜堂，即马保持的，但是伫后壁起一栋2亿外的新的礼拜堂，会当坐到700个人啊！即个礼拜堂会当坐到700个人，钱落去1000人拢钱会落去。咱即届退休会，就是要来去中孝路教会来参观。因伫2、3年前来献堂即个新的礼拜堂，迄阵甲起2亿外的款人，即马要起绝对是毋拉，毋拉。咱即栋礼拜堂今年几年？40年，今年要去40年啊！咱即栋会当阁用几年？阁用40年，有可能无？毋知影，但是咱即栋有可能嘛是，阁无几年以后，阁20年以后嘛爱准备啊。20年以后要起，即马当时爱准备，即马就要来准备。即栋起的时阵，咱遮的容积率，才会当起到几楼？才会当起到16楼，才会当盖到16楼。若要起到16楼，爱几页？几啊页啊！所以这嘛是上帝互咱迦南教会一个目标。一个操练，一个功课，咱拢爱做准备，爱来提早，刚才凡是迄个时阵，你想讲，我已经去见上帝啊，上帝已经调我去啉咖啡啊，也是你想着讲，要去16楼的礼拜堂，上帝也紧招我转去啊，紧找我去啉咖啡安尼。不管安怎样，咱若是爱来知影，这是上帝所要做的工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继续伫桃园这个所在，台湾这个所在，伫地上这个所在，咱当把握咱的性命，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会当领受有这注财宝伫天顶。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通过
好的撒玛利亚人的信息，甲玛利亚的信息，搁一摆提醒阮、教导阮安怎样正确的来听人，安怎样正确的来听上帝。阮常常用家己的想法，用家己的认知、家己的方式，总是也无够野。求信心帮助阮，通过听人、听上帝，互阮当来得到永远的性命，也互阮当得到伫天顶永远的财宝。安尼献上阮也伫即个所在，特别阮的兄弟敏和伊受主你的恩调，也愿上帝施落稳定、甲怜悯、甲安慰伫伊的厝内的人的心中。阮的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158首。我有志好朋友，请起立来吟全首。我有志好朋友，耶稣惜我，伊为好我得救，耶稣惜我，世间快乐进退，朋友交陪快随，对主因无后悔，耶稣惜我，太阳伫我心内，耶稣惜我，对敌计无陷害，耶稣惜我，我渴求主的心，为的情义加心，他也对的管理，耶稣惜我，虽然高楼高山，耶稣惜我，我心可以帮赞，耶稣惜我，我欠客主保助，伊不会为退休，心性无好结局，耶稣惜我。请苏琴继续来弹，好，请思琴继续来弹。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为着咱教人教会今年的退休会来祈祷，甲福音餐会来祈祷。愿上帝使用咱，会当通过遮的全教会活动甲聚会，会当互失丧的灵魂、欠缺的人，会当得到补助，互主来找着伊，拯救伊失丧的性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赏赐教人教会最丰富的恩典，甲上帝祝福。要为着全教会退休会来祈祷，求上帝使用阮，毋是只有阮个人的参加，也会当来邀请阮的福音的朋友，会当来做伙来参与。甲4月26这个福音餐会、福音茶会，主要求上帝你也大大赐落恩典，互阮伫60周年所做一切这个目标，拢会当来结好的果子。互阮当尽心来尽意尽力来听上帝，也当来听厝边亲像家己。主啊，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咱第30个唱一摆。虽然高楼高山，耶稣惜我，我心可以帮赞，耶稣惜我，我欠亏主保佑，伊不会为退休，心性无好结局，耶稣惜我。搁一摆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爱结好的果子，你也赏赐阮通过听主听人，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愿圣神保惠师甲阮同在，互阮伫大灾节期的中间，每一日每一天，咱甲主你3天行。伫今年4月20过活节的时阵，阮当来看见上帝你极大的恩典，要赏赐，互阮全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
愿你听阮的祈祷，信心啊，求你帮助。安尼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赏赐阮满满的恩典，供应阮每日的食穿，赐福互阮的心身得到饱足，互阮有搁较好的精神甲气力来做主的工，嘛赏赐阮有智慧来领受圣灵的教示，互阮所做的圣工会当合主的旨意。感谢主教导阮人物上好的福分，就是追求天顶永活的活命。因为性命是赢过啉食，感谢主。即摆阮献上主你所赏赐的金钱、时间甲才能，做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要来请苏信长老来报告。今仔日天气寒冷，无新的朋友，咱即时来报告。3月30，好，3月30是第419次的中执会，要报告的单位，请伫3月26拜三进前提出报告。过来，总务部，今仔日中昼1点伫403教室来开会。过来，敬拜部，今仔日中昼伫1点伫8楼会议室来开会。过来这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就是清明追思礼拜的话，已经有登记的名单是伫周报。伫周报第4页有真侪人问我讲哪会无看到我的名？我以前有登记哈，所以咱因为那个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要重新确认。所以你若无看到你的名，就是你们家的名字的话，请伫1楼的那个柜台那边再登记一次。伊是按照姓氏排列哈，所以真好找。到后礼拜日截止，好，这爱请大家特别注意。后来第2季的服饰表哈，已经大抵公布了，同工群组嘛有。过来松大讲座哈，这个拜三是医学讲座，是辉智大药厂的医师哈，欢迎大家参加。他有线上，
好，这6个字咱做伙来念一届来。欧趴快闪活动，嘿，这个欧趴就是学生仔上意爱，就是每一科拢 pass 吼，每一科成绩拢会当通过，所以我们的对象是补习班的学生仔，那为着因的考试来加油哈。所以咱伫3月2礼拜六、3月23礼拜伫中昼，到下晡是4点，要伫33号2楼的门口，到水利会大楼哈。不限年龄哈，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哈，5个到10个，跟那个结语执事来报名。好，过来这个春弟甲我哈福音茶会，就是有。那个小组长应该有发的给大家哈，或是今天会发给大家那个 basic 卡，然后把你要邀请的新朋友的名单写在上面，你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哈，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可以先看，那好，我们先一起看一个影片。对，我们在这次的福音茶会呢。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回应一个行动，一起来学习门徒安德烈。安德烈好，就是彼得的兄弟啊，彼得能够成为耶稣的大门徒啊，也要谢谢他的弟弟带他来教会信耶稣啊。所以咱拢会当来学习安德烈，互咱的亲人兄弟姊妹厝内的人，拢会当来明白耶稣。凡是上帝无使用咱，但是上帝使用咱所传互伊、福音互伊的人，上帝当大大来使用伊。咱嘛参与伫即个上帝的事工甲恩典的中间哦。对，那我们外展部这个福音茶会呢，就是邀请大家，就是我们在这次的茶会要设定你想要传福音的对象。那就是勇敢，就是然后跟小组长领这个代祷卡，那就是我们通过安德烈的行动呢，一起来回应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那在这次的周报，这个礼拜的周报第7页，那也有就是代祷卡的更详细的内容。那也可以跟着那个第7页的下面有为慕道友的祈祷文，那就可以透过填上他的名字，你想要设定的对象，填上他的名字，每天为他祷告，请求圣灵跟我们一起同工。我们在邀请的时候。就能够就是有力有信心，然后在茶会的当天，他能够比如说透过我们无论是吃下午茶，或是有破冰敬拜的时间，然后也有听见证生命故事的分享，让耶稣能够成为他的主。对，就是希望全教会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安德烈回应，一起来回应这个安德烈的行动。好，谢谢，谢谢。咱或者外展部门的同工啊，因真辛苦为咱来准备啊，咱嘛拍拍来甲因鼓励，甲因多谢。好，过来已经有上那个纪要真理，就是 A1 课程的哈已经毕业了哈，请到那个1楼干事室哈来领取哈。看上面就好了。看不见。好。那个60周年退休会的话，5月17到18，刚才牧师已经很大力的鼓吹哈，然后汇集在迦南的会有，你上车的时候会补助你500元，然后本来2人房已经客满，那现在4人房有放出那个23间哈，所以你可以用2人房的价钱住4个人的房间哈，请大家踊跃报名。然后青年牧区跟儿童牧区也都有补助哈。好，再来，生日助学金到3月23截止哈，请家里有小朋友的哈、青年的，请特别注意他们缴件的时间。3月23，下礼拜天呢很快。好，再来，过瓦节的踏青宣教活动，它右边写华语牧区，但是它是说华语牧区主办，所以咱在座大家拢会当报名哈，伫复活节的中昼哈，4月24月20中昼1点，咱伫春天农场，伫后礼拜
进前报名的哈，成人是100块，然后130公分以上50，那90公分以下免费，但是它就没有赠品。好，下一页。好，那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我们要空拍一个十字架，然后的形状啊，从上面拍下来哈，然后我们看它有2组哈，右边那组叫春天农场组，就是像我这种不爱行啊是走不动的，好，我们就就地在那边哈，大地游戏，然后那个游园，然后就可以领餐盒回家。然后走得动的就继续走到虎头山哈，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哈，就尽量踊跃报名。好，过来。哦，这就唔甘的消息哈，就是闽和弟兄弟3月12礼拜3蒙主恩召哈，他是这个月3月24过生日哈，所以是58岁。那那个年假的第一天哈，4月3号礼拜4，中午13点在教会有告别礼拜，愿主安慰的灵跟他同在。哦，那是早上是那个入殓礼拜跟火化礼拜。景德没有改的，昨天改的。在荧幕上面，周报上面的是礼拜5的，礼拜6有改。好。没有联合诗班。哦，好，那牧师有要补充吗？好，咱长伫教会遮有一场婚礼，吼，是这个黄志香长老带新妇啊，吼，是这个于安甲玉婷，吼，所以无输这个花吼，真水，阁唔甘甲摕落来吼，嘛，互大家看一下安尼。好，啊，另外咱长毛这个郑燕郎兄甲丽华姐哦，因为这个钻石婚的感恩礼拜吼，因为是办伫餐厅，吼，所以就无伫教会来邀请啦，吼，但是伊嘛邀请足侪教会兄弟去哦，吼，所以因结婚钻石婚是结婚几年？60年吼，你在几岁结婚才有机会过钻石婚？好，你在25岁哈，真就爱结婚哈，才比较有机会啦。好，咱请这个燕郎兄甲燕郎兄甲这个丽华姐嘛，徛起来吼，咱来拍破来甲因恭喜啊，好，来甲因祝福吼。所以咱8个牧师吼，因这家族足侪牧师吼，8个牧师吼来参与吼，子孙真侪吼，请真侪人客，吼，咱嘛为因来欢喜。好，另外最后就是咱也牧师，请大家为牧师吼甲牧师娘集团要去德国来祈祷啦，吼，因为吼顶礼拜前吼，才讲德国大罢工，吼10几个机场吼拢咧罢工，吼即摆有较稳定啦。好，但是吼，这出门在讲吼，拢真歹按顺，吼所以也请集团的出去吼，会当真顺遂来带到，好，因为到昨吼都还有人说，确定要出发吗？好但是牧师吼嘛，咱爱为着咱兄弟姊妹祈祷吼，就咱伫这个大家吼，特别是天气变化寒冷吼，咱的身体拢爱顾好，吼，身体拢爱顾养，吼，特别是咱这长辈，吼，拢爱穿好烧吼，嘛是爱互相来照顾。好所以咱当彼此来关心带到。好，咱来做伙来读经句好，路加福音11章28节，请咱做伙来读2遍。不过耶稣应讲，听上帝的话，搁遵守的人，搁较有福气。路加福音11章28节。不过耶稣应讲，听上帝的话，搁遵守的人，搁较有福气。路加福音11章28节，请咱做伙来吟尾边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所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全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命运典主庇，天父上帝受赐大好，听咱亲像家人，听咱。
时到万世代，一时到万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恁尽大家三脚伫地，互恁学习疼上帝甲疼人，互恁得到上好的福分，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倒。礼拜。